有一个好嘅爱老大人，伊毋捌你，有一日钱借人，叫迄人写借原字，迄人就写到后月初5就的确要清还，期限到了，这个老大人就对迄个人讲：借你的迄条钱今日到期咯，你得还我才会用得咯。迄个人就说：也未到期咧，我就是后月初5才要踢你的，今仔日是现月的初5，也未到后月的初5啦。有一个好家人起一间大厝，起好请酒做喜，人客有讲伊讲好的，过来互伊请，将人客大家都学了，无管你真正本事，起一间大厝才衰。因某不钱高，伫听后听见众人咧学了银行，伊就褪红饮食。这是恁逐个人斗相共，毋是阮翁家己的才能。内中有一个人客倒去，对因某说：无人的某真牛。